歡迎嚟到你聽我講嘅第2集，我係普瑤，等我抽一抽題目先。今日嘅題目係 MBTI， 等我諗一諗先。MBTI 就好似嗰種 Pokemon 嘅屬性黑牌咯，用嚟自介應該都幾好啊。咁我一定係電系啦。與其話係自介，不如可以話一種潮流。好耐之前大家就會講星座，之後就講9型人格，然之後又講 MBTI。唔知下一個嘅性格測試會係咩呢？我個 friend 都話我係 I 人啦。哇 Iron Man！哇！你發現咗添？但係有一次我同朋友再 test 啦，跟住我發現我變咗60% E 人，所以我覺得呢個就唔係幾準喎。大家都係會喺對方揾到個共同點。MBTI 只係一個開字馬蹄嘅工具嚟嘅啫。我口唔掂，果然係雪琪啊！我覺得 MBTI 同係一種偏見嚟㗎。理性嘅 P 人俾你話冷血，感性嘅 S 人就會俾你話細節發大啦，亂佬嘅腦就好似 Suki 咁，放大咗唔同嘅缺點，變成咗一種分類。人真係淨係得16個類型啫咩？個個都話 I 人係 E 人嘅玩具，但我呢個中嘅 I 人呢，無論外向定內向嘅朋友都有，個個相處嘅方式都唔同，我就覺得唔應該用 MBTI 去斷定一對關係咯。你哋覺得呢？你知撈唔到呢句。